順其前割草工課有關防洪安全，過去用來人工割草不僅效率有限，也存在着高溫、鞭炮以及蛇蠓蟲等的風險。但是倒立遙控割草機，讓操作人員會當在安全距離外完成作業，有效提升工作效率，降低這災害以及人力負擔，展現智慧科技落實在市場服務的成果。以前都是用人工背個除草機，一方面太陽曬，一方面這樣割草，效率當然比人工這樣割好，但是就算是有割草機，其實效率還是很慢的。那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機器人割草機，或者割草機機器人來做，那這樣子它平均一次就90公分這樣下去，就像我們在家裡面的掃地機器人一樣，只不過它有多一個遙控的功能，100公尺以外，所以說遙控的人他不用曬太陽，他也不用有時候走路比較危險的地形，快跌倒了，或者是如果你要背一個割草機跌倒的時候，那後果是很嚴重的。因此呢，我們借重科技的力量增強效率，減少人工，因為人工也很貴，而且也有時候不經濟。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，謝謝水利局我們在我們滯洪池來實施這個靠機器人來割草。水利局指出，這款油電混合割草機會當適應地方電鞭炮、河川堤岸等複雜地形，具備100公尺遙控的功能。比較傳統人工割草，大幅提升作業效率，也建立人機合作、安全作業新模式。水利局表示，若是認定地方池成效良好，未來將會評估擴大運用到大型的公園、河川綠地以及各項水利措施，提升公共設施維護效能，持續推動 AI 甲智慧機器人的應用，打造更加安全、高效的智慧城市。台視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